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在这2天，唔知你有注意到一个大消息，也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去到中国来访问，人咧讲 One Night in Beijing， 但是美国甲中国那大神翁啊在小演，哪讲哪骂台湾在边啊看，爱看什么美角，互家己心头疼。嘛爱知情，咱这个趋势发展未来误判。譬如讲，咱减碳重启着服务贸易的谈判。那么今仔日来对着国务卿伫北京，那么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蔡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大國企系的這個以及研究所副教授羅信聰。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晚安。那麼第三位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的副教授吳建中。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和大家來觀察來這個新聞大。也就是講到美國國務卿 Blinken 19號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見面。那麼見面呢，差不多將近8點鐘而已。那麼 Blinken 講，美國會煩惱中國會佇台灣加台灣海峽來起武康，同時來製造就衝突，那麼連帶影響到全球嘅經濟危機。不過 Blinken 嘛強調，一中政策無啥改變。有學者認為，中國嘅外交部長秦剛敢會訪問到美國，乃至到中美高層敢會互動，攏是未來觀察嘅重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9號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雙方達成同意兩國需要穩定嘅關係共識。布林肯伫個會後嘅記者會強調講，美國煩惱中國伫個台灣海峽嘅搶渡，台海嘅衝突恐驚會引起全球經濟嘅危機。We both agree on the need to stabilize our relationship. On Taiwan, I reiterated the long-standing U.S. One China policy. That policy has not changed. 台美之間互信良好，溝通管道也至為暢通。對於美中高層互動情形，台美一向保持密切聯繫。對於美方一再公開強調支持台海和平穩定的堅定立場，外交部表示歡迎及肯定。布林肯重申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美國一中政策未改變。嘛你講，中國拒絕重啟軍事溝通管道，學者分析講，中方進前敦促美方撤銷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制裁方拒絕，雙邊的戰略競爭關係根本都是真惡劣乞討。可能原因就是美國沒有誠意嘛，在沒有解除任何對中國的制裁，明眼人都知道說他們是在禮貌性的過招，但是並沒有辦法真正解決他們結構上的一些問題。學者認為講，布林肯這邊的訪中雖然講對未來拜習會有拍下基礎，不過刷落來包含中國外長秦剛是唔是會回訪美國，也閣有中美高層活動，攏是觀察的重點。嘛緊破美中雙方的軍事活動攏未讓步，刷落來會用軍事設施來做政治對話的後盾。記者綜合報道。咱首先看到這個新聞大當中吼，那麼真濟看鬧熱的這個觀眾朋友就會看講，那過去呢，你這接見到這個外國的國賓的時陣，第一攏有鋪這個紅地毯，吼，結果伊後面徛的是紅線。第二呢，咱至到甲伊會面的時陣，伊坐是敢若普通的你工作的，一個座位，唔是迄個大圓桌啊，吼，無迄個大圓桌啊，而且是在坐碰椅。攏無啥共款，但是除了看這鬧熱以外，到底這場是誰需要想？是美國較急，還是中國較急？是美國是這個中國需要美國趕緊來甲伊制裁，來救伊的經濟嗎？所以咱今仔日吼，現場的來賓也請到也有政治經濟，也有對着經濟吼國際貿易啊真專精吼。蔡老師，你先甲咱看到底？那這題是
中国需要美国较济，还是美国啊感觉讲按这处落去，对两边都无好，才会来开始，安怎来看？我是感觉吼，我的看是讲，这两边拢互相有这个需要啦吼。因为咱观众朋友会当想看嘛，就咱一般人吼，咱绝对无想要去参人发生冲突，特别是这个人若甲对你特别恶意的话，你要参与发生冲突的几率当然是愈少愈好，大概是会当好来好去就好啊。啊，咱会当看到讲，你若对经济方面来看，咱袂当否认着讲，中国伫即几冬来，伫即20-30冬来，其实真济包含着，特别是咱台商吼，过中国遐来投资，互中国有即个机会有法度起来。啊，即摆才会外资过，所以变成一个足大的生产的基地。啊，当伊的即个就业慢慢起来话，伊人民拢变有钱啊。伊若变有钱了，伊当然伊的内需、伊的需求就会起来。所以会颠倒转来讲，美国啦、欧洲啦吼，这些国家大概拢会做需要中国这个市场的。啊，你伫2008年安尼两边拄啊相结起来的话，吼，就会变成讲啊，美国的厂商吼，就国家来讲，有国家安全的考虑；就厂商来讲，啊，你都互我趁无钱啊，啊，伊讲我的利润就减有够济，安尼你要安怎？就中国迄方面来讲，伊互你管制、限制遐济，咱会当看到讲，中国现在的即个经济其实是真正是无好的吼。啊，好歹真诶人有无共的看法，你看数字，大家拢有无共的解读。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讲，你若经济好的国家，你绝对袂去一直讲要用啥物政策去互经济好起来。你袂伫讲物价一直咧起的时阵，全球拢受到即个物价的起悬的威胁的时阵，你甲继续咧用你的利率去降价。吼，所以咱对于一寡政策的动作来看，会当看出来讲，伊本身内底确实无遐好。即个习近平最近伫即个公开的演讲内底，伊嘛有讲着，啥伊要发展所谓的内循环，参即个外循环，因为伊是无法度的嘛，因为外国减少参与往来，遮好的技术无法度入来。所以咧讲这险恶的政策，也有咧讲，也咧讲个经济咯。是啊，因为对着我嘛对着，因为经济参即个咱即个台海即个所在，即个区域的即个稳定，绝对是有足大的关系。因为咱会当讲就讲，咱想怎，咱伫经济遐内底会一直咧讲咱的市场的经济，因为你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的环境，啊，即个市场的环境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即个法律环境。你若讲伫即个国际贸易内底，你嘛爱逐个有国际法的即个限制，有即个契约的即个限制。啊，你若逐个到尾啊，逐个拢夫妇的拢过去的这签的这合约拢无爱遵守话，当然你即个贸易你着交易你着无法度进行嘛。所以拄仔主持人讲着讲啊，中国有需要美国无？当然有需要。伊要甲物件卖去，咱逐个观众朋友会当想看卖，你要甲你的物件卖去所得较悬的所在，哎，所得较低的所在，当然嘛是所得较悬的所在。咱来讲，第一个选择的是选择要去卖掉即个所得较低的所在，所以这就是拄则主持人一开始有讲着讲，互为了的贸易是毋是咱参中国这要重新来即个谈判，吼。这就是过去大家咧讲的其中一个原因，物件你当然袂去愈关价小的所在是愈好，所以你讲中国有需要有啊，啊你讲美国有需要无？伊过去伊当然伊也有真侪物件生产的基地，大家唔敢要话讲我要离开中国，即马讲出来是讲 China Plus， 吼。除了中国以外，我会伫海外、中国海外其他国家，气候危险啦，吼。对啊，甲设一寡工厂，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就是讲，中国的问题，美国嘛是足关心的。但是对着即摆抑个伫中国市场内底有真侪嘛，写到美国的厂商嘛，伊嘛是会烦恼，所以伊嘛无希望讲双方的冲突会较愈严重。咱嘛会当看到讲，包含着我想真侪观众朋友拢知影的 A Z 的即个疫苗即个公司吼，因为最近嘛决定就是讲英国啊参即个中国公司，伊要甲切落开，吼啊，咱大家若知影就是讲美国真大间的即个红杉资本公司吼，咱台湾嘛有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叫台杉啦吼，啊，即个美国叫红杉，即个红杉因即马就是甲即个中国的公司参美国的公司甲挂开嘛，啊，你讲这是啥物原因？一方面的解读，你会当讲是因为讲，伊即个公司伊惊美国政府伊若去管制讲，啊，你去投资中国啥物技术，所以伊会烦恼，伊甲挂开。另外一方面会当来解说来讲，伊伫中国的即个事业，伊嘛烦恼中国政府来干涉
干涉伊伫即个中国即个业务，甚至着影响着伊即个母公司，吼，所以伫即个情况，伊甲挂开，对伊来讲是上安全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若要互整个的即个世界当较和平的吼，当然大家当坐来讲是上好的。你讲有真侪人想要去参乐西啊，好好讲无？当然嘛有啊，吼，咱若即个对啊，咱若即个市场。大家参与者，大家拢会当理性来好好啊讨论，大家当照咱的法律来行，袂讲卡袂着，我就要甲你限制啥物物件。大家若有啥物卡袂拄好的所在，大家拢会当解说清楚话。当然，对即个世界来讲，对即个世界内底每一个参与的国家来讲，我相信拢是正面的啦。所以这应该无讲对一个人较需要对一个啦，因为对着世界来讲，大家来当照法律来行。吼，啊，莫讲我偷偷啊用一寡其他的政策去甲你欺负，我相信这对咱全球每一个国家内底的人民吼，大家拢会是较好的。即我要请教着罗教授吼，同款的问题，罗教授你认为，因为咱所知，譬如讲美国的国际的问题其实是真济吼，啊，乃至到中国是第二坎吼，拥有即个美国国际是第二坎。哦，人讲啊，即个美国可能也是咧惊这，但是还佫有一个讲法，就是讲美国其实要甲你中国要谈判吼，有是要做吼，伊的即邻国来安心的啦，伊的盟友来安心。所以咱即题当来请吴教授来讲，首先要请即个罗教授来讲，到底中国较需要美国，还是美国较需要中国呢？敢会当安尼问，还是讲应该安怎来理解？因两个国家吼。自开始到做伙到即马啦吼，其实嘛已经差不多40多年啊吼，所以这40多年来，咱来甲分几个阶段来甲看吼。你迄个柏林围墙哈，咱讲做冷战结束哈，诶进程哈，甲以后哈，其实是真大的差别啦。因为你伫迄个柏林围墙倒塌。进程吼，全世界迄当阵一部分是咧想讲，美国甲苏联敢会怎开始扯平？修建啊，中国在迄个时阵变做讲是美国上重要的盟友，所以你看到咱伫东南半岛吼，伫规个即个甲印度交吼，迄当阵其实拢中国爱足扯平的，爱。敢拍敢赢来互美国安心吼，所以你看迄当阵甲越南吼，中国甲越南拍两届小输赢吼，天甲战争是，啊，所以但是迄个柏林围墙一倒了后吼，那你变做讲苏联甲美国的冲突无去啊，中国变做伊爱用经济的迄个实力啊，到伊的市场来重新互。伫社会徛起啦，哈！美国、欧洲这个国家吼，会使甲看会起吼。所以咱甲看伊自迄个90年后哈，拄好咱迄当阵是李登辉先生伫发出做这个阶级用忍，啊，所以你甲看迄当阵的中国，伊就变做100%拢咧拼经济，啊，所以加入 WTO 这个世贸诶这个组织吼。啊，开始甲军方参与遐个经济生产的遐个势力，全部甲赶出去。啊，迄个阶段吼是经济优先吼，啊，你用经济优拼第一吼，所以你看迄样阵日本啦、台湾啦、美国啦，拢活过吼。是。啊，但是当然，甲2009年吼，即个。金融的迄个大海啸啦，自这个了后，全物件拢变无共起来啦吼。因为侵头的中国一直撑起来，啊，全世界对咧谈。到迄个时阵，大家开始会惊到吼，因为敢若中国在迄波的迄个无倒落去，无倒唔大紧。伊本头迄个敢若北京甲天津的迄个200公里的高铁，即摆复甲变4万公里吼，变做200倍的程度吼，啊，逐工拢咧走吼，
所以你甲看，其实伫最近的这10年时间吼，其实中国的发展的迄个路线吼，变做互大家会开始淡薄仔行啦吼。因为你嘛毋知影讲，伊衫做起来，那一开伊下向啊开始甲放量，啊放落了后，规个规模就起来。啊，所以你即摆变做美国甲中国即摆咧小扭的时阵吼，当然一部分是看讲像较欠像啦吼，较济啦吼，啊一部分是像较需要像啦吼。是。啊，即摆看起来吼，当然是无共的产业，啊无共的问题，两边相输赢的时阵，迄个无啥共款吼。你即摆伫美国的迄个联邦债务来看吼。你无大陆甲日本轮流吼做楼主吼，所以你头讲伊即摆第二吼，啊其实本头是第一啦，啊就因为因仔轮流做楼主，安尼大家才会信道，知无？那敢若有一个国家去打，高经啊咧，都爱哪轮者哪轮者，啊规个迄个信心才会维持啦，但系风险较轮啦，对。啊，你若伫当然伫即个像咱即摆上伫讲的吼，即个 IC 晶片吼，啊当然在即部分吼，大陆虽然过去这15年，即摆看下脑是用低调的吼，就是讲伊本头就是无走开啦，啊伊拼死15档落来吼，其实即摆的迄个家己的自产力吼，嘛甲1成5呢，无好，啊8成5拢爱靠进口，啊所以现在台湾对大陆的贸易。超过3成以上拢是伫 IC 3、4成拢伫遐吼。啊，你即摆变做美国甲即个部分的问题，甲放互较紧讲的啦吼。其实伊即摆甲1成5尔，伊佫互伊5档，加嘛甲2成5。啊，但是因为美国甲即个问题提早10年，互大家去烦恼啦吼。啊，提早10年来打动啊吼。所以在即个部分，你即摆看起来当然是大陆对美国的。有需求，有啊，所以咱若甲无共款的问题、无共款的产业、无共款的优劣势，啊，甲切落去看，你头拄问迄个问题就真有道理。啊，当然甲落尾要甲 Q 做伙的时阵吼，啥物是较重要吼？啊，要安怎加权吼来计算讲像较欠像较济。对啊，这安尼会阿某共款嘛吼，阿某安怎乱一世人嘛是毋知影像欠较像。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终归尾因也是翁仔某一对咯。走袂开啦，走袂开吼。啊，人因翁仔某啊，咱台湾是要囥倒去。这个部分就是爱大家坐落来好好讨论吼，因为有寡话吼，这回这个布林肯伫北京的迄个美国大领事馆吼，甲讲甲足白啦吼。啊，其实遐个话古早吼，每个美国总统吼，8年中间。绝对爱讲2、3拢念经念一个。对。啊，这回是一届甲对中国的土地啊，美国的领事馆吼，一届甲讲个头啦吼。啊，这个讲个头到底是要叫咱信到甲偌济，咱嘛毋知啦吼。啊，但是上少伊甲咱讲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因两个翁仔某咧冤家的时阵吼，厝内人嘛莫想要甲人甲互伊倒啦。啊，咱变做有这个信息出来，是要劝和，还是要乱？啊，当然，迄是因的代志嘛吼。啊，咱即摆就是爱家己抓家己的心头定，啊，找家己的出路。是，即我小咱才来讨论讲，安尼是毋是即个服务贸易是毋是一条路，还是讲这毋通，咱就要另起一个灶，甲伊来过来做别项。吴老师是，其实咱我嘛有节目嘛讲到吼，其实中国有足侪进步的所在，但是这进步的所在是安怎来？其实大家爱问这个问题，伊的高铁安怎来？伊的高楼大厦啊，这到底安怎来？伊的 IC 晶片安怎来？其实这过去内底就是美国技术、各国的技术，伫资本全球化的时阵，甲中国安尼一点一滴甲带起来。啊，带起来目的是要创啥？其实是希望甲中国的独裁改变做会当甲全世界秩序会当行共路。但是这几年来的时阵，美国向向发现讲，我想要甲中国这款独裁的款状况改变做变做较会当较民主的，往民主化的方向来行。但是伊发现，伫这几年内底，伊家己的，比如讲美国内底伊的制造业外移
外移了，伊怎足欠足侪物件啊？一直到迄款疫情的时阵，伊向看到伊家己喙眼无够，伊的啥物物件无够。啊，咱看到是即个现象。当然，咱看布林肯去中国的时阵，会有足侪人咧讲的，中国是个美国是毋得示弱，就是有需要中国即个部分。但是咱讲倒来，其实足侪人讲其实即个布林肯去行即个时阵，甲形塑的中国是一个即个大国，愿意甲美国坐落来讲的即个印象。但是这背后是到底是啥物？主持人我有讲到服务这个部分，其实咱看即摆中国经济其实无讲遐尼好。即摆刷来7月份，中国有足侪毕业生要投入这就业市场内底。即摆咱看到足侪迄个外商开始外移，即几年的时间已经渐渐刷出去，刷去东南亚，刷去逐个无共款的所在。但是这个部分，中国要安怎甲这个所在补起来？咱看到就是讲，伊要安补，当然上重要一个部分就是伊爱互全世界会当放心。啥物叫做放心呢？咱希望讲中国会当起来的时阵，是一个和平的，是一个对全世界无任何威胁的。所以老师，你感觉因即摆咧讲实际上咱也看无啦。你即布林肯所讲的也无啥物结果嘛，嘛无白纸黑字，嘛无即个白纸黑字顶头写啥物嘛，中国嘛无宣布讲，只是干那咧。重复性的这个宣言呐，对，所以到底这次的这个会面是咧铺陈后手，伊要来做啥物代志，还是讲就是安尼见面互双方面边仔的这个拉队所欢喜一下？你感觉？我感觉对中国来讲，这届会面绝对有好处。好处的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看到这全世界非常的紧张，包括中国安尼耀武扬威，这个部分。但是咱等到看来时阵是中国透过这个布林肯来到中国这个部分，你看伫全世界安尼宣传不管是媒体还是啥物所在，感觉伊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等到过来，伊暗看啥物物件，伊一定爱有一个和平的环境。靠我去做伊家己内部迄款经济迄款发展，伊经济发展内底，咱看咧习近平伫这1个月内底讲2届中国爱面对啥物极端的情况2届。为什么爱安尼讲？因为即摆中国经济真正是无好，啥物所在咱看出无好。所以老师，你认为讲这段这段啦，若讲算一场啦这场戏是伊要铺陈伊。安怎如何在面对着内部，即个压力，乃至到伊后手，伊对着经济发展，伊要安怎创，即个前调。对，我是感觉伊有即个铺陈啦。为什么？因为伊即摆内部情形，伊讲外循环甲内部循环已经讲甲。讲到即个铺陈，我要请教蔡老师实际上，咱也看到即个 Bill Gates 中国的老朋友老朋友因为因咧特别咧讲中国老朋友这5字是真罕咧用的是真正爱大心兄才有通用这5字Bill Gates， 还有其他什么，因咧宣传顶头写的是说国际级的这个大头家，拢去到中国来访问，乃至到讲有人咧讲是毋是美国其实嘛是爱面对着美国国内这种压力，讲你嘛拜托的手势压较悬。唔通来检，大家通好去做生意。你国家安全的，犯国家安全该过去去用停起来的物件，赶紧让恢复，是毋是有这种意术在内？我感觉若牵涉到国家安全的物件随讲起来是无可能啦你要望着讲这2边向拢转型除非拢半暝起来食西瓜，食西瓜才有完整，较有可能。因为我感觉对着伫过去咱看2018年川普开始大家过去是一直咧望讲即个拜登起来看会当有足大的转变无？有转变足大的，变啊较严，毋是变啊较咱两边咧呛度呢所以咱观众朋友，咱会当看到过去因即个美国政府一直以来的即个政策其实是足一致的。你也看到习近平更加愈一致，因为伊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对着伊家己国内经济，伊的管制是愈来愈严的最近大家有看到即个中国因的北京话叫做阿里巴巴的创办人即个马云讲，
中国的经济绝对是歹的，是安怎咧？因为阿里巴巴已经歹去啊，所以伊感觉阿里巴巴就代表伊的经济，所以想到伊会遐有信心讲阿里巴巴代表伊的经济，因为咱会当去回想看嘛，看伫过去即马咱伫台湾用足济，伫摕手机啊会当去投位付钱啦，会当坐公车，会当坐咱的捷运，其实这上早期发展起来是伫中国，所以这个数位平台吼，咱这个电子支付这个物件，过去咱会当讲的就是讲，中国是发展了上好的。所以拄则我讲到这个红杉资本吼，伊嘛投足侪伫这个阿里巴巴，吼像因的腾讯，吼啊甚至有互怀疑到讲是中资的这个像虾皮这物件，啊这物件过去是中国受到国际上这个就是讲肯定的。会当讲看到伊有机会会当起来，所以伫当初是伫2020年，即个阿里巴巴下骹的即个子公司吼，咱要讲若用台湾讲啊，做高下公司吼，蚂蚁金服啦吼。蚂蚁金服即间公司伊要上市的时候，伊就受到中国政府伊的管制嘛，啊管制变严，咱伫民主国家咱无法度讲伊是压迫啦吼，咱讲伊的管制变严，就是讲啊。烦恼你有一寡即个资料的泄露的问题，等等的关系，所以伊就无法度上市啊。啊，伫迄个时阵嘛有另外一间公司叫做滴滴打车，伊去纽约吼上市了尾啊，甲去互叫转来嘛。所以你若要讲中国伫即个部分的话，我感觉因是无可能讲伫短时间内吼，因就讲真正要甲放松啦。吼，所以伫即个部分。对着来讲，当然伊嘛是会当两边嘛是需要了解啦吼，因为咱看到是台面上看到的新闻，因私底下有讲啥物物件无，其实这咱拢唔知影。啊，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当然我感觉有真侪人吼，咱会去发现着讲，啊，你拢讲中国的经济做歹，中国都已经无未来啊。想到你要看到 Bill Gates， 你要看到即个美国真大即个商业银行吼，花旗，因的总裁嘛去，对无？啊，你看到咱即个 Elon Musk， 吼，伊嘛是走去中国。当然，你会当看到遮的即个每一间公司拢有一寡人会去，但是你莫袂记得讲，比如讲 Microsoft， 伊伫中国都有真大的即个资料中心嘛，吼。啊，花旗银行中国嘛是一个即个需求啊。但是你若去看香港的统计数字，这伫因官方的统计台湾看到。其实香港已经有足侪这重要的这些公司都已经刷出来啊！啊，特别是讲过去，中国因有真大的这个要 IPO 啊，就是讲要辅导这些产业上市的，这些业务过去有真侪拢是互美国这些银行咧做，但是这个部分伫最近这当来已经拢减足侪落来啊！所以当然你会当去。找到一间银行去拜访习近平，你会当找到一间电脑公司去，但是咱得问一个上，即个莫讲无输赢，就是讲无输赢的问题。你要叫马云要去拜访习近平无？迄中国上大的即个科技公司嘛，所以咱会当讲这是无啥可能的。啊，伫即个情形下，我是找一个，就是讲大家当来比较啦吼，就是讲咱。确实会看到讲有一两间公司，有3、4间公司的人会去。啊，若真正安尼是确定讲，中国经济可能无咱想的遮歹。咱甲举另外一个例，比如讲 Apple， 即个 Cook， 对无？伊想怎伊若感觉讲中国的经济应该会当较好，伊想怎需要去刷伊的供应链，甚至中国家己的厂商，伊嘛咧刷伊的供应链。哦，过去伊来买咱台湾，是这刷出去，搁要刷回来，可能就无法简单哦。无啦，出去都毋是咧头壳歹，出去都无回来啊啦。啊，人另外一个讲法是讲，我也无出去啊，我是去外口甲加买一间新的。加买一间新的啦。有另外一种讲法的安尼，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咱要烦恼的，毋是讲你到底有刷出去无？咱烦恼的是讲，啊，你本来照像咱观众朋友咱想看卖啊。你若是有赔啦，本来赚10块啊，结果去用本去赚安尼。对，一个上重要就是讲，若恁囝吼，爱恁祖囝向去外口买一间厝，坐伫厝的两个老的一定烦恼讲，啊是毋是要搬出去住啊？伊讲无啦，爸我要做投资尔，啊你即个办哪无得，无啊，着要厝伫遐，着用伫遐去住一两工啊安尼。
啊，就加减会烦恼啊，想慢慢啊，一开始大一两工，啊，尾啊变大3工，尾啊大4工。我要讲就讲，啊，你一开始讲啊，你要去遐设一个工厂尔，你即马30怎啊你慢慢刷出去？老师，你讲足有经验的。你讲你想怎安尼？你想怎安尼？即个工厂安尼，即个30愈来愈侪，你甲我讲啊，就经济就无好，啊，哪有遐经济歹？都伫外口已经另外一个产业出来。你讲哪有遐你工作，你哪有讲你工作偌无用？你想要家己出去大嘛？老师你来下。所以我会感觉讲，咱若用安尼去想的话，这就是我对着中国经济未来的一个烦恼。罗老师，你感觉诶？你有的人真当然啦吼，这个，我即摆看到的这个文章也好，还是种财报也好，大部分拢看歹中国的经济吼。但是有的啊讲。未到吼，包括蔡老师也讲，中国是未安尼放弃啦吼，但是会慢慢无亲像以前较好，上无是安尼。但是罗老师你安怎看呢？即摆重点当然是安尼啦吼，就是讲美国伊甲中国伫相打的时阵吼，其实伊超每5冬吼，伊就调整一届啦。调整者。咱甲看古早的时阵，迄个韩战开拍了后吼，啊美国选定。蒋介石啊，甲咱台湾建立关系吼，啊，但是823炮弹拍了后，美国开始就甲中国开始伫讨论要进联合国，啊，甲后壁要建交吼，所以其实因骨较安怎扯拼，但是因的最大的利益，伊绝对袂放的。啊，咱是看戏做戏空看戏戆啦。啊！你做人的翁仔某，你相斗的时阵，你伫边仔要插喙吼，拢足忝的啦。啊，人伊家己知影讲，因家己的未来伫对，啊，共同利益伫对，啊，安怎分大细，大家才会甘愿。所以，若是照老师安尼讲，布林肯在里面一直强调，要明确咧讲台湾海峡的安定、和平、稳定，吼，你唔通过来创这创迄，吼，是阮的利益。是大家共同国际性的利益，当然，啊，这嘛是算作因两国共同的利益吧。当然，所以你来看，咱自迄个 G7伫广岛吼，啊开始替美国人改政策的说退，变做从 decoupling 变 de-risk。本来讲要脱钩，对，啊变做去风险。是，因为全世界对欧洲甲新加坡拢一直拜托美国，你安尼佫乱落吼，啊规个亚洲啦。对登去60年代的时阵吼，大家拢足忝的，啊，所以你若为着大家好，咱迄个大的迄个步都爱小可较轻的。老师，因为你听起来是新加坡甲其他的国家来拜托美国，敢有人去拜托中国讲，啊，你嘛拜托的习近平，你嘛唔通自讲嘛，定伊跑啊，你要等。因为新加坡的外交部长是伫迄个6月16号吼，布林肯。要飞飞轮机的半工前，甲伊伫迄个国务院开记者会。哦。啊，开记者会的时阵吼，唔大紧，新加坡的外交部长吼，就意思讲说啊，我知影你足歹做人的啦吼，公开哦吼，公开哦，啊，甲伊安尼大卡车片吼，啊，布林肯现场吼讲3届，伊讲中国甲美国若好。全世界拢会好，讲3届哦。伊迄个话表示讲，伊家己讲的时阵，已经知影讲，你若佫无听清楚，啊，我即马做的拢白做的，啊，我若无得到大家谅解。所以伊才国间安怎讲安尼？这民主也袂要紧，气你也无红地毯互我，拢袂要紧。啊，因为自广岛会议，迄7个国家内底扣掉美国，大家拢甲高正。啊，新加坡佫特别飞去华盛顿，啊，替迄个布林肯，新加坡甲寄话就对啊。对，你已经要坐飞轮机啊，啊，我佫去替你安答，互你一个较好对内部讲法，啊交代，啊，骨类吼，后礼拜迄个达沃斯吼，瑞士达沃斯会开峰会吼，全世界的企业家拢会去遐，即摆。后礼拜，这个企业家会安怎解说？迄个布林肯伫北京的成就，迄上重要。即摆咱讲的吼，
其实我拢是外口你用。无啦，因三位先知来看吼，应该是差不多，当预测，迄后礼拜是 Davos。所以你看 G7 是领袖会议，结果迄个新加坡的外交部长去确定这个布林肯的意思，布林肯嘛真正真拍拼，连续讲3届，这是大家拢好。所以即摆过来达沃斯就变做企业家的峰会，这企业家会讲啥，咱甲注意听。上重要的当然就是迄个习近平甲拜登这两先大佛吼9月份，因到底是爱甲对这个程度，因甲甘愿要坐做伙啦吼，这是大家拢伫要的。听讲是讲9月份，是不是安尼？但是因为明年都爱选举啊，大选吼，所以拜登若无办法伫选举的进程，甲规个美国的经济的方向拢甲踩落，因为即摆敢若有计划书有预算话拢讲好slogan 嘛拢讲过迄拢无效啦，因为即摆还未开始嘛。所以若无即半冬赶紧甲伊要做的代志，甲美国内底爱应该铺排哦，一定爱几下位拢爱去开工，爱去点香嘛，安尼才会使互伊选举较有风嘛吼。所以咱即摆会使后礼拜甲看一下，像主持人头拄讲的9月还是11月，但是上重要的，迄拢是台面顶的，下骹的就是美国遐政府的工程会使开始开幕。大陆甲美国讲好的，伫迄个 climate 吼，迄个气候的部分吼，因两个要做伙投资的遐投资会开始做。伊早停起来是毋是？拢停起来，会当复完啦。对。哦，所以这上重要。是，王老师，你感觉咧？这是听起来是爱好弯，爱慢慢啊铺陈，双方面因该做的爱做，但是听起来。那对蔡老师讲，听起来伊该动的伊嘛是会打动啊起来哦。我是感觉吼，对美国来讲吼，过去有一个错误，就过去的迄个华盛顿共识内底啊，因有一个错误的部分，就是因迷信吼，美国人迷信讲市场会家己找到一个平衡，结果无想到就讲中国伫这过去的时间内底，即个铺陈内底，愈来愈想要改变国际秩序。所以伫即个部分的时阵，美国当然是爱重新来做伊的国家利益的即个部分。进前吼，中国的《环球时报》有做一篇报道啊，伊讲吼，美国吼即摆捌中文的迄款中国通愈来愈少。啥呢？即摆变做中国通愈来愈少，对美国来讲，熟悉中国有重要无？当然嘛重要。为什么？因为中国即摆习近平起嚟了后，伊到底会安怎行、安怎做？照你来讲，咱过去内底想要甲中国引入来这国际秩序内底的时阵，结果中国这几年内底一直做啥？做大型的航空母舰，做足侪只炮弹。这国家内底一定咧想啊，你中国到底要创啊？大家是希望会当做生意，会当和平，会当。但是你安尼是毋是在迫害这个秩序的这个部分？这尤其地缘政治的这个经营，所以美国一定爱出手来打东啊，打什么东啊？对美国来讲，伊的制造业外移，外移去什么所在？可能去全世界各个的所在，这是过去经济一体化之下的必然过程。但是咧，中国伫这过程当中，伊的补贴，伊的这地位大款无啥物保护情形之下。这造成即摆失衡的这个状况，所以美国当然爱甲这个这过去内底这款旧的华盛顿共识甲扯转来，变转来了后，伊爱做要安做？伊就是爱重新来对伊美国市场爱做一个较稳定的部分。第二个部分，伊爱找到伊的合作。老师，你睇下就讲到这个华盛顿的强项吼，但是因为国家安全顾问的 Sullivan 就讲吼，这个过去的这华盛顿的强项吼，咱可见是唔对的哦，应该爱来做大幅度的这个改变哦。对。那么，至到中国甲即卖美国即卖关系，你认为美国除了进前咱所知的该党啊该创，敢有啥物改变？尤其是民主党来讲，当然有改变吼，因为咱看到头一个美国认识到这个问题，啥物问题？伊的制造业外移，这原因到底是啥？伊的基础啥会袂知？
这部分民主甲共和拢已经有共识，但是要做的这个部分内底，咱看咧，美国即摆咧找合作的迄款朋友，合作朋友内底爱共同的价值。你袂使讲我干那要倒位属往倒位去，袂使，这一定要有共款的民主的价值。啊，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这民主的部分内底，你爱建立一个大家会当同意的一种关系，吼，比如讲印太战略，吼，大家是毋是有这个看法？就是讲台海也好，南海也好，印太也好，拢爱一个区域的和平，袂当有大家有一个这个不安定的因素伫这个所在。所以咱看到讲美国嘛在做啊，所以伊除了打东啊以外，伊嘛在找伊要安怎解决的方法，吼，包括伊爱去投资这新的这个投资体这个部分。这当然过去中国有在做无？有，但是伊做的时阵吼，你比如讲过去一带一路内底，咧放款出去了，到底伊这款会开去啥物所在，会有 corruption 哦，这部分，这根本中国无去做嘛。我都查核啊。对啊，但是咱看咧过去 World Bank 还是这个 IMF， 其实因是拢有在做，但是这国家的看法来讲，哎，甲你贷款这么复杂，人中国互你就互你啊。但是佫袂管你啥物用途，但是这个部分造成全世界对民主的一种反射，吼，所以过去大家是想要用法治吼去影响到中国，但是中国这个发过去的过程内底，颠倒是去想要改变全世界，所以美国当然爱打东亚。打东亚的时阵，唔是讲要甲中国定好死，是想要甲引导啊正道的这个部分。尤其是美国明年要选举啊，即摆咱看咧，咱前几工美国的国会山庄的迄款报道内底，即摆拜登的支持率超3.9%，Trump 竟然有4.5%，所以伊当然嘛是爱做一寡工课。哦，这可能还佫有一种竞争哦。所以啊，头仔咱就讲着，讲吼，尤其咱国内的政治界。包括着要来选大选，讲就讲，咱应该是这货物的这个贸易，吼，咱的协商已经到期啊，应该爱重新来谈。连带包括着郭文哲，民众党的党主席讲，服务贸易应该好好来谈，这是一个好时机吗？还是讲要谈啥物？还是讲这本地这个物件本来就是来歹米，咱应该爱启动另外一个。较有结果性的，对咱较有利，对双方面较平等的物件，蔡老师。我是感觉吼，咱若要去讲，敢要甲参即个中国吼，重新吼启动即个谈判吼，其实咱有哪会该想讲吼，到底美国参中国即个关系是毋是因有法度继续行落去，因是毋是有法度稳定？因为拄则其实罗老师有讲到即个 G7 伫即件啊到新加坡，其实新加坡当然，伊长久以来角色大家拢真知影。伫即波中国受到美国管制，其实新加坡受到即个利益是上大，因为香港的角色规个怎啊扯落去嘛，规个怎啊扯落去。新加坡真济即个投资基金怎啊刷对新加坡。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咱台湾过去大家拢咧讨论，咱台湾有一寡主权基金即个问题。新加坡一个主权基金，即个 GIC， 伊嘛是已经宣布伊要减少伫中国即个投资。除了新加坡，即个荷兰啦，吼，还是讲即个加拿大，伊嘛是拢咧减少即个投资啊。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因伫即个动作顶悬是足明显的。你毋免去问讲，伊到底有甲要投资中国无？伊已经甲你讲无啊。吼，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我较少看到翁仔某咧冤家吼，是真正摕刀摕大炮出来安尼。对拍的，像我会讲摕刀摕大炮咧，咱会当看到讲美国伊是毋是有决心要参中国慢慢啊切落开？一个重点就是讲日本的态度、荷兰的态度，听讲伊最近啊招印度招甲真是咱看到讲一个先进的即个技术啦吼，拄着我哋讲到即个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问题，就是荷兰参即个即个日本已经宣布要对着即个出口去中国。即个半导体即个设备进行即个出口的管制。上新咧就是讲，连欧盟吼，过去我相信欧洲因参中国的关系真正是足深的。欧洲对着中国的即个经济依赖嘛真深。但是欧盟伊家己本身伊嘛是提出着即个有那小共经济安全的即个战略。经济安全的战略内底，伊嘛有提着讲伊要发展即个
供应链沦陷啦，看起来是拍掉重链对，所以咱会当看到讲，进前像德国的总理去这个中国访问，还是法国，还是讲欧盟吼，因去中国访问的时阵，你会当看到讲，法国啦、参德国啦，因可能有哪感觉对中国有一寡愿望，但是欧盟去是毋是安尼想的？所以，伫整个这个世界这个大国家，还是掌握着这个技术的国家，因对着中国的态度拢遮尔深，拢遮尔坚定的情形下，我相信那中国的经济到要转去是绝对是无可能的。啊，中国的经济要转去若无可能，伫即个时阵，咱若到要去参与继续讲所有伊的即个服务业的谈判也好，即个一般的过去讲的即个 ECFA 也好，要重新甲伊调整。我相信若中国要参台湾讲，我是就我个人来讲，我嘛会足欢迎的。但是有可能嘛？若有可能的话，伊可能感觉讲，这市场遮小地着，我甲你讲啊，讲无啊，地颠倒去互你食豆腐。哦，过去伊是感觉咱的市场足小地，即摆是我感觉我会较感觉中国的市场愈来愈小地啊。吼，因为你大家当想看觅，过去除了咱即个台湾参中国去签即个 ECFA 以外，其实过去英国因为伊的经济一直无法度慢慢好起来嘛，伊拢主要是金融这服务业，伊的制造业，伊望着讲看中国这大这公司像华为，伊就去英国设厂嘛，所以伊过去伊嘛是画出着讲伊会当参中国创造这个黄金10年，但是即马英国的态度嘛是咧改变啦，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台湾若去参中国讲，我要参你讲，第一点就是讲你要讲啥物，吼，咱会当讲你要讲啥物。啊，若要讲进前，我是感觉会当先甲吼设客，吼往来，这物件先提出来讲啦。吼，就是讲我相信即几工啊，咱会当看到讲，台东的设客有去啊？无，主持人你也讲好，毋是台东的设客拢会当去，是台东内底有。几窟啊，设客有法度去，是伊毋是讲逐个只要你我啦，毋是你台东的设客拢会当去，对，毋是讲那像咱一寡歌手想讲你若来台东吼，啊，咱逐个正设客规拢集中伫台东就好啊，吼，伊是台东内底一寡种的这个咱种产的这个人，伊有法度出口尔，啊，所以问题就伫遮啦吼，就是讲要讲进前会使。就是讲，你过去安怎去限制这个设客啦，限制这个石班无法度去的，啊是安怎变成讲啊，即几间变了会使？其实我感觉咱台湾政府嘛应该会当去学习看卖啊，讲台东县这个种设客的，这个种做产的啦。安怎会使去？嘿，伊是安怎去改善吼？因为中国的讲法是讲伊已经改善好啊。吼啊，是安怎改善好啊？所以咱台湾的政府嘛讲，伊希望会当加济去嘛。啊，希望会当加济去，咱爱有一寡。科学吼有法律会当互咱遵循吼，会即个一寡规定。有根有据的。对，你袂当讲啊，我都看今仔日看你主持人会使，就互你去；今仔日看我会使，就互我去。无法度安尼嘛，你安尼你无法度做生意，啥哪因为你的收入就无稳定，你永远就会受到伫即个。拄则罗老师嘛有讲到 G7 7大工业国，因即个组织伫即个特别提出来经济压迫。吼，这因特别重视。虽然因无讲 decouple， 因无要讲因要脱钩，但是因要 de-risk。我是毋知影讲吼，伫英文当然念出来字无啥共吼，但是伫咱台语来讲，就是讲逐个吼往来啊较细腻的啦。吼，你毋通讲哦，过去你的市场大，我着继续去你遐参你往来就无问题，因为过去拄则我讲着这石班啊，这往来，这拢是过去咱真济。咱台湾的这些人，因为伊本身的收入就无好啊，所以伊就通起来做。啊，向伊怎受到安尼压迫，所以对伊来讲，伊伤害嘛足大。所以若要甲中科这个谈判，我感觉咱有爱好好来思考。哎，嘛是共款起风险啦吼。罗老师，你会感觉，你会认为？咱拢知啦吼，咱即马其实甲美国有签迄个台美21世纪的迄个经贸协议吼。啊，其实咱即马甲加拿大嘛，足有机会吼，会使对投资啊、商店课税啊，拢会使谈判出真好的可能吼。啊，上重要当然是咱一直坚持啦吼，咱要参加 CPTPP 啦吼，
就是和日本带头的这个自贸协议吼。所以其实咱爱知影一个代志，就是讲咱要行出去。啊，咱要行出去，古早咱是有机会啦吼，因为咱爱会记哩吼，咱咧讲迄个甲中国的服务的东西吼，咱去甲新加坡、甲纽西兰签自贸协议吼。啊，新加坡是占咱台湾5%吼的出口哦吼，伊是咱足重要的出口的对象国哦吼。所以咱爱知影一个代志，就是讲行路爱正骹倒骹做伙行吼，才会行头前吼。啊，咱古早因为有开始重视咱两岸的迄个经贸的讨论吼，啊，所以咱嘛有得到甲新加坡、甲纽西兰的即个签约吼。啊，咱即马伫即个加拿大甲美国的部分，咱开始有行出一步路啊。啊，唔通袂记了吼。古早咱是倒骹正骹，即回咱是正骹。啊，起码你问就是讲，你要倒骹无？所以咱若要行稳、行在、行远，咱倒骹正骹拢爱站。啊，咱古早倒骹正骹行过啊，即回是正骹，啊，即马如果来这倒骹即步即马情势有共款无？会使共款甲倒骹伸出去，伊袂甲咱暂停。你因为这过去咱就知影讲，这个政权有当时甲咱讲这，有人伊甲咱讲迄。所以咱拢知即几啊定咧落大雨。哈，啊，你有定行伫路里，你都唔知影讲打落迄是水窟啦，啊是干那水面尔。所以你一定脚徛起来了，底下伊就上嘛。拉打过啊是拉一个嘛吼。啊，咱免惊的一部代志就是讲问甲签落去是无共款的代志啊。哦，咱去坐夜市啊，咱嘛是只看遐问啊。哪看哪问啦吼。啊，哪看哪问啊，你都行会远，看会济，你就会愈来愈谈嘛。啊，你若安尼练，行厝厝行袂着顶。嘿，啊，你反正咱也无叫你现主时甲站落，你站落嘛落落啊。无亲像过去的3秒钟啦。无即个月嘛，那无可能的嘛。即种代志无可能搁再发生啊啦吼。所以咱就爱知影讲，既然太阳花啦。对。咱既然正骹倒骹正骹拢爱行，啊，咱即摆已经伫加拿大甲美国这个部分找到机会啊！啊，咱 CPTPP 绝对是咱爱争取的。啊，英国嘛开始抢到 CPTPP 啊！啊，咱即摆若愈会使甲大家拢做朋友，咱朋友就会愈来愈侪。咱做生意吼一定相挺的。无人迄个做生意订高机的，或者是干那去探高门独市的。无安尼啦，你若安尼做生意，毋是生意是人的事啦。啊，做生意你就是爱。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服务无也爱摸去啊问，摸去啊讲，摸去啊谈，啊到上后尾才来讲春车，看会当转因啊，袂当转因啊。迄是已经几啊档的后壁的代志啊。哦，若去到转因啊，还佫久啦吼。咱连敢若甲美国要参商讲做咱台美投资合约，迄是杜萧万长先生伫做经济部长，讲10几年，讲到20年。阿辉啊伫做总统，讲到即马甲签落呢。所以哪讲哪骂啦吼。哪讲哪无宽啦吼，骂咱可能唔敢啦，咱唔敢，小可甲奶一个，啊小可甲塞一下目尾咧。咱伫台湾一定爱知影一个代志，咱是贸易起家的地方，咱甲省拢爱交朋友。是，来，吴老师。是，我罗老师嘛有讲到吼。你讲赞成讲啊，哪该奶一个，哪该破弯一个，哪该安怎？我个人啊，我是无感觉爱甲中共来奶有效啊。为什么？因为过去内底咱要行出去，有美国也就车也就卖啊。这一定是两手的这款战略，一定是爱。为什么？因为咱过去，我罗老师嘛讲到，咱安怎行出去？行出去的时阵，你看美国啊、加拿大、新加坡这些物件、这些国家，甲台湾安尼签的这个部分，这不是应该，这嘛不是理所当然。这是这几年内底咱的战略开始甲中国有一寡脱钩的这个部分，脱钩了后。
这个国家伊会相信供应链会当定做的时阵。有种讲法就是讲美国老大要互你安尼做无？这甲美国，我有讲着，美国一开始嘛是感觉讲市场家己会找到一个平衡，但是伊无想到讲中共这个体制，伊会当去改变市场，改变伊这做法。我蔡老师嘛有讲着啊，咱的石刻、咱的往来这物件，中国讲断就断，讲恢复就恢复，到底是安怎恢复的？什么程度的这个部分？伫这个海峡论坛的时阵，就讲出来哦，会当个开放。这较开放就甲蔡老师嘛有讲的，伊毋是逐场拢有开放的，伊是几个包材场，啊几个迄款伊迄款竞争场所，伊毋是讲全部拢开放。所以你有赞同蔡老师讲的，都无安尼。那我若结合罗老师的讲法，都无咱就先开始讲吼，这个释迦往来甲石斑哦，咱先来做一个谈判，看会当安怎科学性的认证，会当互大家更较真正。